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时代拢会教咱食物件一定爱扣实，千万唔通拍算物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算，读算算拍算的算。第二条，读算这是读背音，算的意思就是破坏、糟蹋、用掉意思，咱讲算断。若是算断了精神，需要烦恼，咱讲是算神。也搁有禁忌，有人讲是欠算，伤过迷信，有人讲搞欠算。这个文音读做损，像讲害人物件歹去，害有形的物质，或者是无形的物件变较少，有变无，咱讲是损失。有损失较伤害，咱讲是损害、损伤。另外了钱，某人讲是亏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拍算，意思就是浪费、讨债、无彩物件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较古早的词，讲是考水批。第二个词读做算断，咱头前讲到算断的意思，就是破坏、糟蹋、无彩物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山顶的台湾米糕不时落山来算断人的果子园，搁真经食，敢若食好食的，无爱食的全部拢拍算，实在足无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算，这是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